大家好，我係6A 班林可欣。我係6A 班劉燕如。今日我哋要向大家推薦提升數學能力趣味讀本呢個系列嘅書。呢個系列嘅書總共有6本，其中包括分數、面積、代數等內容。而家我哋畫面上嘅係第6冊，主題係關於代數同埋簡易方程。書中的內容包括有數學冒險故事，需要讀者破解謎題，去捉大盜。除此之外，書中仲有 DIY 遊戲工程，教讀者製作代數卡玩遊戲。而呢一個係腦筋運動型，需要讀者去動動腦筋解決難題。你可唔可以揾出呢朵花所代表嘅數字啊？答案係4。我哋可以利用方程揾出答案，未學方程嘅同學都可以試下㗎。我哋嘅分享去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